洗衣机啊，还有冰箱啊。这个就是充电的电瓶。我们平时出来都是自己煮饭吃啊。这里就是我的煮饭的东西，还有电饭锅。我们出来大概有10个省了我。你的腿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？我的腿是意外，在2013年的时候，为了一个女孩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就是那时候小孩还小嘛，我就想跟小孩找个妈妈嘛。后来在广州那边所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是广东的。后来为了她跟人家干架嘛，人家在背后偷袭我嘛，然后我的腿不受伤，就是腰这里受伤了，没好，我就站起来走路了，导致那个脚跟就变成这样子了。他的